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铁，最近一直有一寡争议的事件，即摆佫有一段画面来献光，会当看到列车长必须拍你的涂骹来开车门。刘伟讲，恐惊这种作业的方式会来伤害到台铁的形象。昨伫咧台铁的南州站，新的观光列车明日号来试车，发生着意外。这个吊车员的双脚卡伫咧月台，这个画面看到真恐怖。 两只脚吊伫咧火车和月台旁，这个台铁的吊车人员完全无法度震动。为着紧互观光列车明日号通车，台铁新试车派技工号伫咧头前带路。想到这个醒过站务人员无说你卡伫咧车厢和月台旁内底。 就是撕裂伤，撕裂伤。汽车阶段就传出意外，台铁争议也毋那一惊。同一个时间，这个画面无外界拢感觉震撼。好奇一个列车长跪伫咧月台，甲手伸长要变开车厢卡的开关，甲车门拍开。伊毋是特别的例，因为一个男性列车长嘛共款去翕到跪伫咧涂骹的画面。这个情形为12月台铁新制度开始了后，就一直出现。您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您觉得妥适吗？ 当然，我想台铁有它的标准作业程序。如果说今天他是我们任何一个亲人，你看到他因为工作的需要这样子去开门或关门，我觉得我们都于心不忍。今天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台铁那么辛苦，来，副会长来直接说明一下。这个部分要不要改善？一定会改善，一定会改善。好，谢谢部长。是我们全国人民就要听这一句话，会改善。 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这是台铁安全作业的流程，不过立委听袂做，这个台铁无够体谅员工，就觉得有点是被霸王硬上弓这样，用紧急状态处理车门。那很多他正常要做的，包括说我的爱心服务，或者是列车监视，譬如说会不会有旅客掉落，或者说什么状况的话，等于是无暇顾及到。台铁讲会甲拍伫咧涂骹开门，来去改善的项目。不过工会这期台铁新制度，互列车长发车的作业时间为40分钟减到3分钟到5分钟，若是发生危险，这效果谁会当担？